你有冇俾130萬買一線海景房樓盤吸引？隔離海灣總價130萬係57分兩房，而且喺2樓。總價130萬係開發商補貼1年半租金，每月3800，然後扣除總價上得到。所以你有冇俾人呃？大家好，我係莎莎，唔怕睇錯樓，最怕入錯數。今日嚟睇隔離海灣呢個樓盤，我哋一齊去睇睇佢值唔值得購買。隔離海灣係位於同嘉灣城裏北麓，我哋先睇一睇佢嘅交通。樓下巴士站你返港珠澳大橋需要43分鐘，珠海拱北口岸43分鐘，深圳前海1小時14分鐘。再嚟睇下佢嘅醫療，珠海市延吉個案中心7分鐘，維生院6分鐘，金鼎醫院24分鐘。我哋再睇一睇佢嘅商業，樓盤自帶12萬方商業體，去唐人市場同唐人街只需要7分鐘，去寶龍城商業廣場21分鐘，去金鼎夜市美食街23分鐘。我哋嚟睇佢嘅休閒配套，濱海公園1.5公里情侶海岸線，遊艇碼頭，唐家灣古鎮。隔離海灣係一共有1、2、5、6、7期住宅加3期別墅同4期商業組成，1至5期已經賣晒㗎喇，全部入主。目前係賣緊6期同埋7期精裝修現樓，面積有64平方2房、83平方3房、119平方3加1房，價錢29000至33000，目前開發商係有首付補貼7至20萬。130平方一線無敵海景。我哋一齊嚟睇睇。
如果你喜歡早上起床望到大海，中午樓下購物睇戲，晚上食完飯同屋企人一齊沿住情侶海岸線散步，小朋友響公園遊玩，節假日還可以租遊艇出大海咁就係釣樂趣，可以過嚟睇睇。不過價錢略高，一個3房2衛單位總價320萬，只係望小區園林同商業。如果你想望到海景，3房2衛單位總價360萬，就算57方2房單位高層都需要160萬，加上租金回報率低，2房單位租金2400至3200，係完全租唔到開發商所講嘅3800、3厘1嘅回報。